啊，上新的消息，受到大雷公雨影响，台铁宜兰旧山站到大理站之间，因这个路线有积水，加上有土石流，目前西边正线就西正线无通，东边的东正线呢，捌干那以10公里通过，安尼慢慢啊驶。后续干部局的人员会赶紧抢修来排除，因为目前是单线双向的通车，这个上下行，也就是讲要去宜兰，也是等下台北的车，拢有可能慢分，要坐台铁乡亲爱小注意一下。另外，加上下晡大雷公雨，嘛，互宜兰市区出现真日积水的情形，除了有河子顶出现各种秒数定去以外，这个罗东运动公园边啊，这个路嘛拢积水，都淹到卡网。若是有乡亲要经过这路段，一定要好好啊留心注意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